大江讲一句台语有艺术。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今仔日咱要紹介的主題是24節氣內底真重要、真有特色的、足有名的冬節。冬節漢字寫做冬節，羅馬字寫做德昂當之的節。冬第一條，節第四條。冬節自古早就是真重要的節日。那照咱台灣的傳統風俗，冬節就愛拜祖先、拜神明、限食圓仔。一般來講，佇外地做工課甲讀冊的人，攏會轉來甲厝鄰的人做伙過節。大人會甲囡仔講，冬節圓食落就加一歲，愛加較捌來一個哦。因為冬節是大家攏重視的節日，所以產人的舌頭當然嘛就先小歇一下。俗語講，人歇初一載，牛歇冬節載，就是咧講這種狀況。另外一種早前真時行的風俗，叫做獵家母狗仔。獵家母狗仔的風俗，對清國時代就有啊。枕頭啊是爸母燒圓仔的時，囡仔人佇邊啊，甲自閉丸啊，烏白捏做動物的形，也是其他造型。後來變做普遍的風俗，嘛有人講這就是捏自閉翁仔的起源。冬節前後，除了烏魚繼續大出以外，地北啊、馬家、兔兔。這個魚仔親情為着要過冬，攏食甲規尾肥閣大隻，比其他的季節攏閣較好食哦。冬節天氣定予古早人摕來做預測未來天氣變化的根據，親像濕冬節、大年豆、大冬節、濕年豆，就是早前認為冬節天氣會甲過年倒變。不過，即賣氣候甲英國差真多，這個天氣俗語，咱當作參考就好。例冬節燒圓仔、自閉，人歇初一載，牛歇冬節載。濕冬節、大年豆、大冬節、濕年豆。人講冬節較大過年。焦掛先，我要轉來厝鄰食圓仔，看阮孫獵家母狗仔咯。今仔日的大江一句就講到這，多謝觀眾朋友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